巡署礼拜日伫新北市的万里发现一只海漂猪，验出有非洲猪济。这是台湾本岛第一届发现到非洲猪济猪仔只，引起到猪仔农的惊狂。好佳在经过采检了后，这个四周围饲猪仔场的猪仔只，拢无去喂到猪济。另外，台湾出口的往来一直有人投诉讲，这个往来无甜，往来心反乌。但局长嘛来回释咧，讲已经查出到原因咯，这甲当地冷链解冻的方式的错误有关系，已经请当地业者来改善。台湾本岛伫海边出现去喂到非洲猪济死猪仔，地点伫新北市万里的巨坑渔港，引起猪农着惊。农委会针对巨坑渔港附近10公里内11个饲猪仔场，经过透明采检，确认无喂到。到昨天下午1点半，确定11个畜牧场的每一场抽15头猪都是阴性的。经过检测，这条死伫海边的猪甲中国猪的基因片段比较起来，小共的程度达到100%，会使断定是来自中国。因为金门伫海边慢慢发现过死猪仔有12件，马祖有2件，总共14件。农委会表示讲，若是猪有喂到非洲猪济，一般3公至5公就会发病。若是即摆猪的健康情形都真好，猪农就会使放心啊。另外讲到往来有人斗讲心拢乌去袂甜，农委会嘛找出问题啊。且包括日本、新加坡的时候，它在回温的这一个过程没有做好，这个冷链的处理过程做好，绝对不会有黑心的问题。为3月7到4月5，台湾出口到中国以外市场往来有5600吨，比去年同期增加479%，其中有166吨品质无好。农委会表示讲，已经要求进口业者改善冷链技术，同时补出货。免费阁提供冰冻的货予业者，希望讲会使挽回外国的消费者对台湾往来信心。